香港人中意長揸收息股，唔係單單睇息率咁簡單㗎。唔想賺息蝕價就一定要做好選股。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返到嚟講故事。呢度會同大家緊貼市場資訊，分享我呢10年嘅投資經驗同實戰思維俾大家。如果你想學多啲學校從來冇教過嘅投資知識，即刻撳個訂閱。中意呢類型內容，記得撳埋點讚，開啟小鈴鐺同分享俾朋友，快啲達成財務自由啦！事不宜遲，今日會同大家深入剖析一下一間現金牛公用股，編號為2638嘅港燈。港燈作為香港島同南丫島唯一嘅電力供應商，自1890年起家，絕對係香港最老牌嘅公用事業之一。港燈係一間垂直一體化嘅電力公用事業機構，業務涵蓋發電、輸電、配電同供電4大環節，服務香港超過58.9萬名客戶。公司嘅主要發電設施係南丫島發電站，現時發電組合大約69個百分比係天然氣，31個百分比係煤炭。公司嘅營運受到同香港政府簽訂嘅管制計劃協議規管，現行協議有效期由2019年至2033年，為期15年，准許利潤水平係固定資產平均淨值嘅8個百分比。呢個管制協議係港燈盈利穩定性嘅基石，等於政府白紙黑字保證咗佢嘅回報率。股權結構方面，三大股東分別係電能實業持股約33個百分比，國家電網持股約21個百分比，同埋卡塔爾控股約20個百分比。貨源極度歸邊，街貨流通量好細。睇返最新嘅2025年全年業績，港燈交出一份穩健但冇咩驚喜嘅成績表。2025年收入微升121億港元，而每股盈利由2024年35.2億港仙微升至2025年35.64港仙。值得留意嘅係，雖然收入同盈利有微增，但毛利率同淨利率都出現下跌趨勢，主要係直接成本按年大升7.9個百分比至60.4億港元，增幅遠高過收入增長。派息方面，港燈係現金奶牛嘅典範，全年合共派息32.03港仙，同2024年持平，分派比率維持100%，按最新股價6.47港元計，股息率約4.95個百分比，喺現時低息環境下算係相當唔錯。歷史派息都非常穩定，由2023年度到2025年度，全年派息一直維持32.03港仙，完全冇變過。呢個就係受規管公用股嘅特色，唔會有大驚喜，但亦唔會有大驚嚇。喺呢個複雜而又多變嘅環境下，港燈亦充滿唔少機遇。第一係減碳轉型，推動資本開支。港燈正處於2024年至2028年度發展計劃嘅關鍵執行期，資本開支明顯增加。2025年資本開支達41.93億港元，按年大增14.6個百分比。預計2026年至2028年年均資本開支更高達47.29億港元。重點項目包括燃氣聯合循環發電機組同埋3台新單循環燃油機組。隨住資本投入逐步轉化為固定資產，喺8個百分比准許回報率嘅機制下，盈利有望穩步增加。第二就係數字化同埋智慧電網。公司已基本完成為所有客戶安裝智能電錶超過60萬個，並構建 AI Powerhouse 平台，以提升營運效率，同時擴展物聯網技術至低壓電網監測。呢啲數字化舉措有助提升營運效率同客戶體驗。第三就係供電可靠度世界級。港燈自1997年起一直維持99.999個百分比以上嘅供電可靠度，客戶年均非計劃停電時間少於半分鐘。呢個世界級水平係公司最強嘅護城河之一。雖然港燈機遇處處，但係股市世界並唔存在十全十美嘅股票同埋必勝策略，每一筆投資都伴隨着取捨同埋機會成本。如果你突然遇到完美嘅股票，大家就要更加小心，因為好大機會係你睇漏咗嘢。第一就係有增長停滯風險，營收增長相對乏力。2025年收入增幅只有0.6個百分比，淨資產收益率只有6.39個百分比，反映高回報，資本再投資嘅機會有限。呢個係公用股嘅通病，但投資者要有心理準備。第二就係短期償債壓力劇增，流動負債淨額由2024年尾嘅16.28億港元激增至236.52億港元，短期計息借貸大幅增加至224億港元，顯示公司面臨較大嘅再融資需求。雖然公司穩健嘅資產負債表同穩定長期現金流能夠應對，但再融資嘅結果將直接影響未來派息嘅確定性。第三就係股息率吸引力下降。
港燈4.7%嘅預測股息率，僅較美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高出約0.5%，息差收窄至歷史低位，對收息資金嘅吸引力有所減弱。投資者持有港燈所獲得嘅日價僅為美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嘅46個基點，低於歷史平均水平2個標準差以上。第四就係成本壓力持續，2025年直接成本按年大升7.9%，導致毛利率由53.6%跌至50.2%。隨住資本開支持續增加，折舊同營運成本壓力喺短期內可能繼續蠶食利潤率。總括而言，港燈係一隻買嚟收息而唔係買嚟炒嘅穩陣派收息股，適合追求穩定現金流嘅保守型投資者。受政府管制協議保障，8%嘅準許回報率提供盈利確定性，加上派息極度穩定。喺波動市況下，佢嘅特性確實係資金避風港。但如果你追求資本增值，呢隻就唔會係你杯茶。如果你需要穩定現金流，港燈係一個值得考慮嘅選擇。最後，希望以上分析能夠幫助大家更深入了解港燈呢隻公用股現金牛。投資涉及風險，大家務必審慎選股。希望今條片幫到大家。最後記得俾 like、訂閱同 share 俾朋友仔，仲有撳埋鐘仔啊！我哋下次片再見，拜拜。